我身處喺香港嘅旺角，今日嘅挑戰就係要同陌生人影相。點解要咁做？作為一個主持咁怕醜點得㗎？今日嚟就係想睇下，做主持，你塊面皮可以有幾厚？喺大學呢幾年都有做開戲劇嘅，做到台前幕後。咁我覺得喺戲劇入邊學到嘅相處啊、同合作同埋表達自己嗰方面咧，對於做主持嚟講咧係有一定幫助。好似我哋呢一代好多人都覺得冇乜機會去改變佢哋嘅生活，我想感染更多人去試多啲唔同嘅嘢。我覺得夢想就係一張設計圖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去做嘅話，唔好去怨你手上面冇資源，反而係應該用你手上有限嘅資源，去創造出一條你能夠做得最好嘅設計。我覺得呢一樣嘢先至係我哋追求夢想應該有嘅態度。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一份嘅設計。大家好，我叫麥貴。